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赵倩云，今天要跟大家介绍我的大埔腔客语儿歌创作，叫做写明信片。我们家在出游的时候啊，最喜欢到风景区的小店里面去挑选明信片，然后呢盖上纪念戳章，贴上邮票，寄给自己，也寄给好朋友哦。像我的手上就有阿里山的奋起湖的淡水的地热谷的还有埔里、台东，还有高雄，各式各样的明信片哦。从这样的方式里头啊，我们可以让我们的旅游更充满着乐趣，更充满着期待，同时也让孩子知道，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记录生活，更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跟最好的朋友彼此分享快乐。期待这一首歌里面也可以找到属于你们的乐趣哦。爱写一张明信片本，有压力散开一条柱，含住心目同随波潮。